肖战，你这个萧家的叛徒，今日必让你挫骨扬灰！兄弟们，上！当年污蔑我泄露萧家的商业机密，你们都该死！属下凌霜率500正规军攻迎狼王出狱，所有障碍必为您扫清。攻迎狼王，战神无敌，踏平仇家。这些杂碎交给你，打扫干净点。把坦克开来，我去苏家讨血债。属下遵命。苏家、萧家5年血债，今日必偿。当年苏家收萧家重金包庇构陷，今日我便踏平苏家，清算旧账。苏小萌，小野种，有娘生没爹养。我有爸爸，我爸爸是大英雄。小野种还敢嘴硬，今天就让你尝尝教训。谁敢动我女儿？我爸是苏炳添，你敢打我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苏炳添的儿子，那就更该打。小萌别怕，爸爸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你是爸爸？好在兄弟们已查到我女儿的下落，提前看了相片。狼王，查到了，当年苏家苏炳添收了萧家老太重金，刻意隐瞒苏沐秋怀孕的消息，还散播谣言诋毁他们。你就是苏沐秋，当年那晚的事，对不起你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不过现在已查清，我们俩都是受害者，我们俩都被人下了药。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放心，苏家包庇之罪暂记一笔，我这就去萧家找回公道。老太太，不好了，小少爷他扬言要报仇雪恨。慌什么？有什么好怕？丧家之犬不足为患。他不止一个人，他还带了好多人马。哼，一群虾兵蟹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只要他敢回来，我必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肖战，你竟敢口出狂言！萧老太震怒，命令我带100人围杀你，顺带掳走苏沐秋和这个小野种。今日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肖战，你带小萌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们分毫。当年那老不死的下药构陷，今日必须血债血偿。回去告诉那个老不死的，3天后我亲自登门，踏平萧家庄园，让他为我母亲偿命，为所有被他迫害的人偿命。我一定带到，求小少爷饶命！滚！对不起，当年我不知情，没能帮你。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萧家老太太与大伯勾结你苏家大伯苏炳添，他们为了家产不顾亲情的算计，我会一一清算。老王，查到了，萧家老太不仅构陷你，还绑架了苏沐秋的父母，以此要挟苏沐秋，这也是当年苏沐秋不敢反抗的原因。又是萧家，找死！我的岳父母，看谁还敢动他们一根毫毛！二婶儿，别不识抬举，那苏沐秋未婚生女，丢尽了苏家的脸。你们二房要是再不交出管理权，这苏宅的狗洞就是你们以后的家。苏文超，你个畜生，放开我！你就是见不得沐秋比你强，沐秋好歹是你妹妹。妹妹，敢生下那个劳改犯的小野种也配做我妹妹？来人，把这老东西给我扔柴房去，让他们一家子野种要饭去！
谁给你们的狗胆动我的家人？哪来的疯子，敢闯我苏家？给我剁了他！垃圾！你敢打我爹？你知道惹我苏家的下场吗？岳父，我来晚了。苏炳添，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苏家二房的权益原封不动还回来，苏家的每一分产业都要记在穆秋名下。再敢动我岳父岳母一根汗毛，我会让你苏家大房在全城彻底消失。这个便宜女婿，这护短的劲头倒是像个男人。喂，萧家的老太太吗？我是全城苏家的苏炳添。对，那个野种肖战回来了，他疯了，他要灭我满门啊！求您派些高手来帮我除掉他！我来吧。苏小萌，你这个死丫头！我儿子就叫了你一句野种，说你没有爸爸，你竟然敢打他！苏沐秋，赔钱！你自己不检点，还不好好教育，看我不讹死你！别冲动，他们家有权有势，我们不要惹麻烦。不用怕，有我在。我和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小杂种！告诉你，我就是苏小萌的爸爸，再敢出言不逊，死！妈妈，刚才这个爸爸又救了我一次，好帅！你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你给我等着！哇哦，爸爸好厉害，永远做我的爸爸好吗？我本来就是你的爸爸，乖女儿。别人家的爸爸妈妈都是一起睡的，我也想要。这些伤都是在监狱留下的吗？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提也罢。殿下，北京暗卫已就位，24小时保护苏小姐和小小姐的安全。他们还不习惯，也不要跟得太近。你也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苏沐秋那个野种女儿的事情已经传开了，苏氏股价大跌，现在正是我们夺权的好时机。没错，只要京城萧家肯出手，肖战必死无疑。沐秋，你不检点也就算了，现在严重影响公司股价，影响公司形象，我们决定罢免你的董事长职务。这么多年来，公司全靠我撑着，你们有什么资格罢免我？有什么资格？你被人强奸，生了个小野种，你的名誉有损，公司股票大跌，你不该让贤吗？想夺权，先看看你们自己做的好事。我命人查到了苏家大房贪污公司钱财的证据，他们不敢再为难沐秋。从今天起，苏氏集团由我来保护，谁敢动沐秋，就是与我为敌。萧烈先生，萧震太难对付了，明天的劫杀，请务必带上鬼面修罗。虎哥，这丫头是肖战的死穴，只要把她绑了，肖战一定会来。到时候你负责拖住他，我联系的那位京城高手会给他致命一击。嘿嘿，苏少爷，你可得说话算话，那500万只是定金，
要是那位京城高手真能把肖战弄死，萧家许诺的全城地盘，你得帮我拿下来。放心，在萧家眼里，你我是同一类人，都是用来咬死肖战的疯狗。苏少爷也大可放心，我过山虎在全城混了20年，也不是白混的。只要肖战敢来，我就弄死他。木秋一定会喜欢的。说，肖战是吧？你女儿在我手里，想让她活命，一个人来西郊废弃化工厂，否则给你女儿收尸。找死！兄弟们，这就是那个劳改犯肖战，给我砍死他！谁砍中一刀，赏1万块！你是人是鬼？敢动我的女儿，死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是苏文超，是苏文超让我干的。只有苏文超？不只是他，是京城来的萧家。他们说只要你死了，全城就是他们的后花园。苏文超只是个牵线的。萧家果然把手伸过来了。爸爸，萌萌好怕。不怕，爸爸来了，爸爸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他自己竟然打倒了这么多人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吓到你了吗？幸好有你在。肖战，你他妈还真是难对付。喂，是鬼医吗？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在明天的苏家寿宴上。里面的野种听着，龙爷可是全城的地下皇帝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们，赶紧滚出来受死！苏老板，今天我龙爷亲自出手，定叫他们尸骨无存。把门关上，不要出来。龙在天，听说你在全城混得不错，号称地下皇帝。小子，算你识相。既然知道龙爷名号，就自断双手，跪下磕头。老赵，我在全城苏家，这里有个叫龙在天的，说是地下皇帝，还要弄死我，你管不管？不管我就顺手灭。老王殿下，您稍等，我马上到，您千万别动手，脏了您的手。狼王，北京那个狼王。北京赵刚前来报道，请狼王指示。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啊！我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是瞎了狗眼，我这就滚！给你3分钟，把你名下所有厂子产业全部转到苏木秋名下，然后带着你的人滚出全城，这辈子别再让我看见你。是，谢谢殿下，谢谢殿下不杀之恩。完了，我到底惹了一个什么怪物啊？肖战，大伯错了，大伯是猪油蒙了心啊！这时候知道攀亲戚了，完了！爸爸，今天老师说有小红花，我要拿回来给你贴在胸口。好，爸爸等你。肖战，老太有令，你既不归家，便死无葬身之地，杀！
萧家养的狗牙口倒是不错。花架子。殿下，北境狼牙小队报到，是否全歼？处理干净。是。3天后我会亲自登门，我会把萧家的一砖一瓦都拆下来，给萧老太做棺材。可惜你见不到了。他到底是谁？这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力量。他真的是别人说的那个入赘的废物吗？木秋，别怕，都解决了。肖战，你以前到底过的什么日子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？都是些陈年旧事，在北境，为了活命，总得跟阎王爷抢人。这点伤，比起战死的兄弟，不算什么。以后不许了，你有我和小萌，你的命不再只属于北境，也属于我们。木秋，等处理完萧家的事，我就……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干嘛呀？我也要抱抱。老师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爸爸妈妈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。殿下，急报！萧家老太得知您重伤未愈，竟然不惜代价请动了京城赵家的供奉鬼面修罗。鬼面修罗，那个专究毒功的疯子。是，情报显示，萧家已经在断魂崖设下埋伏，集结了300死士，还布置了天罗地网机关。他们要在您去赴约的路上将您碎尸万段。好一个萧家，好一个京城赵家，看来他们是嫌命太长了。殿下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们截获了萧家的密电，他们为了引您入局，不仅针对您，他们还买通了杀手，准备在您离开后，让苏沐秋和苏小萌人间蒸发。动我妻女者，我要这天下给他们陪葬！爸爸，外面有好多人，好多坏人拿着枪。爸爸，红点点，好多红点点。萧战，后面到底是什么人？木秋，带小萌去里屋，捂住她的耳朵。那你呢？我去给女儿拿个大玩具。殿下，是鬼面修罗，他在对面天台架了重狙。肖战，堂堂狼王，现在成了缩头乌龟。跪下，对着我的瞄准镜磕头，否则我先打碎你女儿的脑袋！鬼面修罗，京城赵家的走狗也配让我跪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老子数到3，不跪我就开火。1、2。我也送你一句话。什么？回头看，你的惊喜到了。回头？你当老子是3岁？坦克！你他妈在楼顶开坦克！我女儿说她想看大玩具。饶命！殿下饶命！我只是拿钱办事。晚了，开火！爸爸，外面在放烟花吗？好漂亮！是啊，烟花放完了，坏人也没了。应该安全了吧？那些人不择手段，还是要多加小心。你不必小心别人，应该小心我。孩子睡了吗？那我们该做点正事儿了。木秋，这些年来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等我为母亲报了仇，就用最盛大婚礼娶你过门。
苏沐秋，这位置坐得爽吗？一个靠卖身爬上位的贱货，也配在京城指手画脚？林小姐，请自重，这是苏氏集团，不是你林家后花园。哼，苏氏，只要我动动手指，明天这儿就是一片废墟。我丈夫肖战不会饶过你的。丈夫？苏沐秋，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肖战是我远房表哥，更是我林清源从小就看上的男人。我们两家血脉相连，这叫亲上加亲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表哥，你们是？他是北京万众瞩目的狼王，只有我这种身份的女人才配站在他身边。你这种被强奸过的烂货，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想看证据？这可是表哥刚回来当晚和我的叙旧。不可能，他答应过要守护我的。守护？他那是可怜你。男人嘛，偶尔换个口味吃点粗粮很正常。但他最终只能回我这儿，带着那个小野种滚出京城。肖战是我林清源的，谁敢跟我抢，我就灭他全家。肖战，你骗我！你竟然骗我！现在崇正寺小记事已被暴跌，建强全国苏氏烂的警戒之势。殿下，急报！林清源与您的床戏视频已传遍全网，同时苏沐秋是第三者的帖子也铺天盖地冒了出来。苏氏集团股价暴跌，股东集体要求罢免苏小姐。好一个林清源，几年不见长本事了，竟然学会了污蔑造假。只不过当年我爷爷的一句玩笑话，我就成了他的未婚夫。肖战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沐秋，我没有骗你，视频是假的，都是林清源搞的鬼。你让我怎么信你？你放心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够了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听你的谎话连篇。沐秋，你等我，我会让你亲眼看到真相。林小姐，您这招借刀杀人绝了，全网都在传肖战和您的绯闻，苏沐秋现在就是个笑话。苏沐秋那种货色也配跟我抢男人？他不过是战哥哥生命里的污点，我这是在帮他洗干净。没错，只要苏沐秋身败名裂，苏氏集团就是我们的了。肖战，战哥哥，你终于舍得来找我了。林清渊，收起你那些下三滥的手段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的人？你的人，战哥哥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才是你名正言顺的未婚妻？那个被千人骑万人踏的苏沐秋，他凭什么？闭嘴！再敢侮辱我妻子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妻子，我为了你守了5年，她是你的妻子，那我是什么？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待。好，那个假视频只是个开始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你肖战只能是我林清渊的。打得好，战哥哥，你越是这样，我越要毁了那个女人。再说一个字，我废了你！是谁做的假视频？你滚过来！这是饶命！是林小姐指使我找黑客做的 AI 换脸，我只是开了个玩笑。玩笑？那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玩笑！我再也不开玩笑了。我可是苏沐秋的大哥，你杀我他会恨你一辈子。你不配做莫秋的大哥，我现在就替他清理门户。你现在跟我回去见莫秋，解释清楚，否则我就亲手抹除林家。我就算死也不让你们在一起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向那个贱人低头。战哥哥，你只能是我的。殿下不好了，苏小姐和小萌被萧家人掳走了。什么？战哥哥，你只能是我的，走着瞧。萧家老太，交出我妻女，否则今日这口棺材就是你的寿礼。肖战，你这个萧家的弃犬，扛个破棺材想吓唬谁？兄弟们，把这野种剁碎了喂狗！哼！挡我者死！老太太福如东海，萧家如今威震京城，区区一个肖战，怕是早被您吓破胆了吧？那个野种不过是只跳梁小丑，若敢露面，老婆子定让他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
肖战，你竟敢冲我寿宴！萧老太太，我妻女在哪儿？少说一个字，我就拆你一根骨头！放肆！你这大逆不道的畜生，竟敢在老太太寿辰送棺材，简直丧心病狂！丧心病狂！5年前你们构陷我入狱，害死我母亲。肖战，你别以为学了点本事就能横行霸道！我萧家底蕴深厚，今日更有战力榜前10的宗师铁图坐镇。战力榜在我眼里，那不过是图书榜。动我至亲者，耶稣也难救。狂妄小辈，老夫成名时，你还没出生呢。铁图大师，快杀了这野种！我要让他们一家在阴间团聚。你把我妻女怎么了？我再问最后一遍，我妻女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肖战，你回来晚了。那个贱货和那个小野种早就被我沉了江，这会儿怕是连那身烂肉都被鱼啃干净了。死得好！就让那个贱人的鬼魂看着我和肖哥哥恩恩爱爱一辈子吧！闭嘴！木秋不会死。他们求饶的声音可真好听啊！那个小野种一直喊爸爸救命，可惜呀，你这个废物，除了送口棺材，什么都做不了啊！我要你整个萧家给我妻女陪葬！哼，虚张声势。不过是学了点邪门歪道的内力，也敢在老夫面前狂吠！哈哈哈！老夫这双铁砂掌，毙掉的宗师没有10个也有8个，受死吧，野种！找死！啊！我的手断了！你小子到底是什么境界？这不可能！去地府里问阎王吧。铁图大师竟然被秒杀了，1招！那可是战力榜前10的宗师啊！他是地狱回来的魔鬼，萧家完了，快跑啊！萧老太，地洞，人呢？跑了！刚才铁图大师动手的时候，老太太就钻洞跑了。老不死的东西，竟然让他跑了！战哥哥，那个贱人和野种都死了，你要是喜欢孩子，我也可以给你生。闭嘴！再敢说他一个死字，我先送你下地狱！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会比我更爱你，我就算做鬼也会缠着你。凌霜，传我将令，屠尽萧家！我要让这庄园变成万人坑，给木秋陪葬。属下领命，全军听令，一个不留。别杀我！我说，他们没死，苏木秋他们没死，是真的。老太太觉得直接杀了太便宜，她要把他们带去北疆边境。去北京做什么？老太太勾结了南倭国，要用苏木秋和那小野种当人质，逼北京100万大军放下武器投降。什么？通敌卖国？这老畜生疯了！好一个萧家，竟然通敌卖国！该死，这贱人的命还真硬。殿下看，那是萧家的私人直升机。老太太就在那上面，她要把人带走。白日做梦，拿我的大狙来！肖战，有本事你就开枪，看是你先杀了老婆子，还是先打死你的妻女？苏木秋，你瞧瞧，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好老公。他为了报仇，连你和亲生女儿的命都不顾。不可能，萧战是来救我们的。救你？他那一枪准准的打在油箱上，分明是想弄死你，好跟那个林清渊双宿双飞。不可能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不信，你自己看。萧战，你真的这么狠心？为了那个女人，你连小萌的命都不要了吗？准备迫降！苏木秋，我要是死，也要拉你们母女垫背！殿下，雷达显示直升机迫降在山城地界，那是萧家旁系的势力范围。传我狼王令，让山城守将立刻封锁全城，拿下萧老太。若我妻女少了一根汗毛，我要她项上人头。属下遵命。干娘，您受惊了。那野种肖战就在后面，你挡得住吗？干娘，这说的什么话？到了这儿就算是到家了。我这5万雇佣兵也不是吃素的，他肖战赶来，我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报！北京狼王令到，守将大人，狼王传令，
命您立刻释放苏小姐母女，跪地接旨。狼王令。干儿子，那就是那个野种肖战的破牌子，吓唬3岁小孩呢。老子不认这块破铁！肖战他以为他是谁？当初他是战神，我敬他3分。现在他就是个卸甲归田的光杆司令，死罪！在这山城，老子就是天，老子有5万精兵。肖战拿什么跟我斗？拿他那条贱命吗？滚回去告诉那个野种，想要人，让他自己跪着爬进山城。殿下，山城守将不仅碎了令牌，还扬言要您跪着爬进去。5万精兵，就给了他这种胆子。凌霜，既然他们忘了谁才是北京的主人，那就叫醒他们。发传云箭，号令就步。属下领命。狼头县战神龟全体都有，目标山城，给老子全速冲锋，挡路者杀无赦。报告塔台，老子不降落了，发现最高集结令，满载战药，目标山城，走。兄弟们，老大来命令了，抄家伙，随我杀向山城！杀！肖战，你的兵呢？你的权呢？孤身一人也敢来送死？野种，跪下求我，我或许能给你的贱种留个全尸。陈荒，你回头看看。哼，看什么？看你的魂魄吗？这是哪来的军队？这不可能！30万大军正在路上，你问我拿什么跟你斗？不可能！你不是已经被收回兵权了吗？哪来的30万大军？准备攻城！孽种，你敢！你看我敢不敢？你敢动一下，我就让你老婆女儿给我陪葬！你敢！你看我敢不敢？有他们俩垫背，我死也值了。肖战，让你的人退下，不然我们就玉石俱焚。停止进攻，原地待命。殿下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夫人和小小姐还在他们手上。常规武器会伤及无辜，那就换一种玩法。传令，调神罚天机武器系统，我要定点狙杀。老太太，完了！等导弹调过来，我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就直接被轰成渣了，人质没用了，咱们还是要没命。慌什么？我随手一挥便能灭他30万大军。我已经让二儿子肖振邦联络了京城赵家，在山畴方圆500里断水断粮，用不了多久，这30万大军就会变成30万具干尸。凌霜，将士们为何如此狼狈？后勤补给何在？还有战斗机为何不到？这城门难道攻不破了吗？禀殿下，战斗机因为没法加油，目前只能迫降。我们的军需车队在高速入口全部被拦截。赵家下令封锁了方圆500里所有的服务区，他们放话，一滴水、1粒米都不会给北境军补给。断我30万大军生路！好一个赵家！带路，我亲自去会会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。肖战，别看了，这方圆500里的服务区、加油站、超市，全是我们赵家的产业。放肆！北京军需补件也敢阻拦，滚开！北境狼王在青州，赵公子就是天。想喝水，跪下来好生爷爷，老子赏你们一口马尿！看这群臭当妈兵了吧，渴死你们！赵家很有钱。废话，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，渴死你们这群穷当兵的就是赵公子的意思。凌霜，北境财团还有多少流动资金？回殿下，足以买下半个大厦。30秒内，我要看到赵家在沿线所有的产业全部改姓肖。30秒买下赵家产业，你他妈做梦呢！你个臭坐牢的，哪来这么多钱？启动吞天计划，30秒清空赵家所有股权。喂，董事长，什么？公司被收购了？你个畜生，你到底惹了谁？公司刚才被北境财团强制收购了，你被开除了。现在的老板就在你面前，你等死吧！现在这路是谁的？少爷、秦爷爷，我错了，这路是您的，这水也是您的。滚！肖战那野种，现在估计正带着那几10万人舔露水喝呢吧？公子神计，饿死这群王八蛋！公子，不好了，大祸临头了！慌什么？
我们沿途的120家服务区、300个加油站全被肖战收购了。他哪来这么多流动资金？他还断了我们所有子公司的原材料供应，说要反过来饿死我们赵家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个野种吗？哪来这么多流动资金？他不是想打山城救自己老婆女儿？我非让他跪在地上磕头求我不可。公子高明，没了炮弹，肖战那30万大军就是一群没牙的虎。战神，我呸！在这大夏，钱和关系才是硬道理。肖战，听着大炮哑火的声音，爽不爽啊？赵天明，你在玩火？玩火？老子玩的是你的命！你不是要打山城吗？没老子的准许，你连个屁都放不出来。想要炮弹？行啊，滚到老子别墅门口，跪着爬进来，老子或许能赏你2箱过期的。半小时后，我会出现在你面前，到时候我要你全家跪着，把弹药给我送上阵地。好啊，老子就在这等着你，我看你拿什么让老子跪。殿下，赵家在省城根深蒂固，还有不少高手坐镇，您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传我令，全军原地待命，炮口对准山城，我去会会所谓的高手。哟，这不是那个没炮弹的狼王吗？怎么真来跪地求饶了？来，先在这磕3个响头，老子进去给你通报。滚，或者死！找死！给我废了他！赵天明，给我滚出来！肖战，你个臭坐牢的，竟敢闯我赵公子的宅子！赵天明，弹药在哪儿？弹药在老子仓库里生锈呢，没老子点头，你那30万大军就是一群烧火棍！这是找死！肖战，别忘了，你现在是在赵家。看见没？这4位是江南4大宗师，随便拎出一个都能把你这废物的骨头捏成粉末。 4个半截入土的老东西也想拦我？庶子狂妄！哎呀，看来今天啊，你这一死啊，逼你死，你的老婆岂不是要守活寡了？肖战，听说你老婆苏沐秋是个极品，等老子把你废了，就亲赴山城开直播，我要在苏沐秋母女床头装满扩音器，让你这狼王亲耳听着，眼睁睁在老子身下是如何哀嚎求饶的。拿着，我这给你的条子，尤其是睡你肖战的女人，老子给。杀了他，给我把他剁成肉酱！我要他的心肝下酒。庶子能死在我们4人合击之下，你足以自傲了。跪下受死，老夫给你留个全尸。4个半截入土的老东西，谁给你们的狗胆，敢在我面前狂吠？狂妄，拿命来！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死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。饶命！少爷饶命！啊！我的肋骨！饶命！少爷饶命！就这，江南4大宗师连我的一片衣角都摸不到。别杀我！我爸是赵振元，他认识京都大员，你杀了我，你全家都要陪葬！还敢威胁我？打电话打给谁？让你爸爬过来送弹药，少一箱我割你一片肉。爸，救命啊！萧山要杀我！谁敢动我儿子？别废话，快把扣下的弹药都送过来！半小时送不到，我就没命了！赵振元，听好了，只到1分钟就割你儿子一块肉。我赵家的底蕴你想象不到，别自不量力！肖战，你这个进过监狱的野种，竟敢动我儿子！你是嫌命太长了！赵振元，30万大军的弹药被你扣押，我妻女出了丁点意外，你得下地狱！下地狱！在这方圆500里，老子就是天，老子让谁下地狱，谁就得下地狱。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一颗子弹也别想拿到！我要让你在山城下亲眼看着你的野种女儿被活活折磨死！赵振元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想要。机会？你一个被剥夺权力的丧家犬，凭什么跟我谈机会？殿下，暗卫急报，萧老太在守将府后院偷挖地道，直通境外南倭国，苏小姐和小萌有危险。老畜生，竟然想逃！我知道了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听见了吗？你老婆孩子要没命了！肖战，你个废物，你救不了他们！闭嘴！赵振元，既然你想玩权势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权势。东西拿上来。
怎么，要用这个箱子装你的骨灰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肖战，你拿个破充电宝吓唬谁呢？小畜生，装神弄鬼，在省城，老子就是天！你那个破盒子，要是真有震惊世界的能量，老子当场把它吃下去！如你所愿。喂，老领导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赵振元，你个丧门星，你到底捅了什么天大的娄子？我就是扣了肖战一点弹药。你个蠢货！全国核武库刚才全部进入预设状态，整整10枚核弹头已经锁定了你的办公室。核弹？最高统帅下了死命令，3分钟内不平息那位大人的怒火，你赵家连同方圆10里将直接从地图上抹去，滚去跪下，快！爸，救命啊！天上有导弹，导弹对着咱们家呢！战神大人，狼王大人，我错了，我是畜生，我是赵家的罪人。刚才不是要睡我老婆吗？我该死，我淹了自己，求您收回核弹，求您了。赵振元，弹药呢？在路上，全省的运输车都在往山城赶，我亲自去送，我跪着送上去。你还有2分钟，2分钟后，要是有一箱弹药没到阵地，赵家就没必要存在了。快，开最快车速，撞也要给我撞到山城去，慢1秒，老子活剐了你们！那是赵家的车，赵振元不是说要拖死肖战吗？怎么回事？赵家怎么反水了？放炮！快放炮啊！求求你们，快把这些炮弹打出去！炮弹上膛，目标山城，预备！给我轰！把这罪恶之城夷为平地！疯了，全都疯了！干娘，顶不住了！肖战那个疯子要把山城炸平啊！小萌不怕，爸爸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闭嘴！哭什么哭？赵振元那个废物指望不上，我还有底牌。还有底牌？4大家族唇亡齿寒，我已经请了秦楚2家宗师，他们马上就到。只要撑过这一波，就是肖战那个野种的死期。轰得好！再加把火，把那个贱人和野种统统炸成肉泥！林小姐，请自重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教训我？等我嫁给战哥哥，第一个撕了你的嘴！停止轰击！殿下，山城已破，再轰几轮就能全歼敌军，为何停火？木秋和小萌还在里面，传我令，全军围城，我要亲自进去接他们回家。战哥哥，那里面全是陷阱，你为了那个贱人去送死，值得吗？再说他一个字，我让你现在就死！战哥哥，我只是太爱了你。我留你的命，是为了让你在木秋面前为我证明清白，解除误会，不是让你恶心我的。林霜，准备突击！战哥哥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跟你在一起。援兵呢？秦家和楚家的宗师呢？你说过他们马上就到。没出息的狗东西，那2家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狐狸，看风头不对早缩了。全完了，城破了，肖战那个疯子已经带人杀进来了。关键时刻还是得靠我老婆子自己，把那母女俩一同带去地牢。快！老太太，现在逃命要紧啊！蠢货！只要那2个贱人在手里，肖战就是头拔了牙的虎。带路！杀神进来了，快跑啊！陈荒，滚出来受死！战神饶命，狼王饶命啊！都是肖老太那个老畜生逼我的，我是猪油蒙了心，我不是人，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我妻女在哪儿？在地牢，老太太刚带人过去，她要杀人灭口。她敢！随我速去救妻女。属下领命。战哥哥，我的脚崴了，好疼啊！地牢里全是肖老太设下的必死陷阱，你为了那个贱人去送死不值得，他有的我也有，甚至更好。滚开，别挡路！肖战，我才是最爱你的女人，你难道真要为了那个生过野种的货色不管我吗？凌霜，他若再敢干扰营救，直接废了4只。苏沐秋，我一定要你死无全尸！
苏沐秋，你那野种老公确实厉害，可惜他救不了你们。小镇已经破城了，你现在放了我们还来得及。闭嘴！只要有你们在手，战神也得给老婆子跪下！哈哈哈哈哈！爸爸妈妈，我怕。哭吧，哭得越大声，那野种的心就越乱。为什么不进？我的妻女就在里面。殿下，地牢只有一个入口，萧老太把夫人挡在身前，强攻就是玉石俱焚。肖战，你不是北境狼王吗？你不是无所不能吗？进来杀我啊！爸爸，萌萌好疼，爸爸快救救萌萌！这墙厚1米，除非你拿坦克轰，否则你敢踏进来一步，我就送他们下地狱！老畜生，你敢动他们一根头发，我让你萧家9族陪葬！林霜，狙击手呢？给我打爆他的狗头！不行，墙体太厚，普通子弹根本打不进去。听到了吗？马上给我准备直升机，否则我就先打碎这小野种的脑袋，然后再把你老婆打死。单发子弹打不透，但如果3颗子弹在极短时间内连续击中同一个弹孔，产生的叠加穿透力足以撕裂这面墙，救下妻女。拿枪来！要是战哥哥亲手杀了那个贱人和杂种，是不是会很有趣？战哥哥，快，连开3枪射中同一弹孔，定能击穿钢板救出姐姐和小萌。殿下，这难度系数太高了，成功率极低，万一失败，你是在质疑我战哥哥枪法不好？别人做不到，不代表他做不到。可是，闭嘴！苏沐秋，你瞧瞧，你那好老公在干嘛？他在架枪，他不是要救你，他是嫌你死得太慢。不，肖战不会的。嚯，他现在是狼王，你是他名声上的污点。听见刚刚那个富家千金说的话了吗？你死了，他就能名正言顺娶她，坐拥万亿家产。你和小野种就是他的累赘。爸爸，萌萌好怕，不要打妈妈。肖战，你真的嫌弃我们了吗？沐秋，相信我，死在你手里总好过被这老畜生折磨。开枪啊，杀了我，让我看看你有多狠心！小战，你个畜生真敢开枪！你真想要他们的命啊！他开枪了，他真的对我开枪了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爱我们了？他为什么要打我们？听见了吗，苏沐秋？你老公要拿你们母女的尸体去换他的锦绣前程。小战，你有种就再开一枪，直接打死我，别折磨我们了。殿下，冷静，请您务必冷静。再打下去，夫人和小小姐就真的没命了。战哥哥，别听他的，只要你连开3枪，精准击中同一点，强大的冲击力定能击穿钢板。3枪连中同一个目标，神仙才能做到。那贱人今日必死无疑。小战，你个没良心的野种！老身手里可是你亲闺女。小战，你还是人吗？连孩子你都不放过！来啊，对着这儿打！我苏沐秋下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沐秋，信我最后一次。走火！殿下，刚才一定是走火，对不对？你差点杀了夫人！打得好，战哥哥，再开一枪！只要再来一枪，这面墙就塌了，那个贱人和野种就再也不能缠着你了！你闭嘴，你这个疯女人！殿下，不能再打了，万一偏了一寸，夫人就没命了。起开！墙体已经震酥了，最后一发，只要打中圆心，叠加的震动足以让钢板整块崩落。这是唯一的生机。他又开枪了！那个野种疯了，他真的要亲手打死你们！小战，你终究还是选了那个女人。爸爸坏，爸爸要打死萌萌和妈妈。小战，你再敢动一下，我就拉着他们玉石俱焚。我在这地牢埋了炸药，你再开枪我就按下去，大家一起死！小战，我求求你别开枪了！你要我的命，我现在就给你！求你让孩子活下去好吗？你杀了我不够，还要亲手杀了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你还是人吗？战哥哥，姐姐被吓坏了，你不听她的，再开一枪肯定能成功。沐秋，信我。小战，我求你别开枪了。
木秋，小萌，别碰我，走开！你不是一点都不在乎我们吗？坏人，你不是我爸爸，你要打死妈妈，你是坏人。木秋、小萌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战哥哥，你刚才那3枪简直太神了！这碍事的贱人和野种没死，算他们命大。不过这墙塌得真漂亮，苏木秋，你这种扫把星真是命硬。战哥哥为了救你，差点犯险，你非但不感激，还在这装腔作势给谁看？扫把星，你说的对，小战，你是高高在上的战神，我只是个只会连累你的累赘。木秋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。战哥哥，别理这个没见识的女人了，她根本不懂你的良苦用心。只有我林清渊才配站在你身边，我们林家能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你打我！你为了这个贱人打我！林清渊，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，再敢羞辱我妻女半句，我不仅要你的命，还要整个林家从此在大夏消失！滚！木秋，对不起，听我解释。夫人，您误会殿下了，那不是普通的枪法，那是3枪合一，是传说中的神技。放眼整个北京，不是整个大夏，只有殿下一人能做到。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去赌您和小姐的万一啊！木秋，对不起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们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嫁给我，我发誓要给你一场全世界最盛大的婚礼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苏木秋是我肖战唯一的妻。木秋，你……小战，你以为我是在乎林清渊的挑拨吗？我不在乎他，我只在乎我的女儿。你告诉我，自从你回来，她有过一天安稳日子吗？被绑架，被追杀，她才5岁就要经历这些，她只是个孩子。我能保护你们？保护？今天你就是用我们的命去赌你那神乎其神的枪法。是你赌赢了，可我输不起，我的人生不能靠赌，我的女儿更不能。肖战，你的世界太大了，有30万大军，有血海深仇。我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能装下我和小萌。你的世界，我们这种普通人高攀不起。你承诺的婚礼再也不用办了，离婚吧，这是我能给你，也是给我和孩子最后的温柔。木秋，非要走到这一步吗？肖战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妈妈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呀？小萌乖，妈妈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办完事我们就回家。木秋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不愿意，今天谁也别想逼你。逼我？肖战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是我在逼我自己，我不想我的女儿再过一天担惊受怕的日子。小萌，你在车上等妈妈。不许离婚！苏小萌，你还给我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知不知道你扔了什么？我听不见，我聋了，风太大，我听不见。你这个小混蛋！我看不见，我瞎了，我老眼昏花了，我看不见你们要离婚。报告夫人，刚刚接到市政紧急通知，全市下水道系统需要紧急维护，所有井盖封死3天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你们都合起伙来欺负我！好，很好，回家拿户口本，补办相关证件。今天这个婚，我离定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女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让妈看看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欢迎我们全城的大英雄，北境的战神回家。好女婿，快进屋，妈给你炖了10全大补汤，今天咱们一家人好好庆祝一下。对，庆祝！谁敢再说我女婿一句不好，我打断他的腿。不用庆祝了。木秋，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呢？我说，这个家，我待不下去了。肖战，我们走，现在就去把婚离了。离婚？苏木秋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放着这么好的战神女婿不要，你要去哪里找？你还是让小萌背着戳脊梁骨吗？是不是你这个混蛋，你又欺负我女儿了？叔叔阿姨，我够了，跟他没关系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你这个不孝女，你要是敢踏出这个门，我就老苏，爸！哎呦，
我的腿，我的老毛病又犯了，都是被你这个不孝女气的，我活不成了。叔叔，你别动，这腿伤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我能治，马上就能让你站起来。别演了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还贱，你以为扎几针就能弥补这5年的伤害？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这腿早废了，骨头都坏死了，神仙也治不好。爸，别动。爸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想让你开心。不是，真的有知觉了，我能站起来了。哎呀，好女婿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。这只是第一步，还需要持续按摩。妈，这张卡拿着，去买最好的药材和补品，别心疼钱。黑卡！天哪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好女婿，木秋，你听见没？这才是真男人。这种男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，你可千万别放过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势利？木秋，我亏欠你们太多，以前是我没本事，以后我会用余生保护你们，绝不会再让你们受一点委屈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没事啦，这丫头就是嘴硬心软。房门锁了，晚上睡沙发，不许进来。你，我堂堂战神，一道破门能拦得住我？肖战，别赶我走，求你。取钱。大妈，半夜我去那边排队，还有别拿张游戏卡来捣乱。你什么态度？狗眼看人低！我这卡怎么就不是银行卡了？我们银行可没有这种黑不溜秋的卡，别影响我工作。我告诉你，这可是我战神女婿给的至尊黑卡，刷不出来我把你这银行买了。行，我给你刷，刷不出来你马上给我滚。环球银行，这怎么可能？吓傻了吧？赶紧的，先给我取10万块钱，我给我女婿买点补品。大妈，这卡您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什么从哪儿弄来的？我说了，我女婿给的。您女婿叫什么名字？做什么工作的？这么贵重的卡，我们必须核实。我女婿他，你管得着吗？让你取钱就取钱，废话那么多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这么大额的交易，我需要请示一下我们经理。老头子，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啊？这丫头看我的眼神怎么跟看贼一样？陈经理，你快看这个。这是环球银行全球限量不超过10张的至尊黑卡。卡主呢？这位大人物在哪儿？什么大人物？就是个乡下老太婆，穿得破破烂的。我问她卡哪来的，她支支吾吾就说是她女婿的。我看8成是偷的。要是能把卡还给真正的主人，攀上这种通天的大人物，我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一个乡下老太婆也敢偷这种东西，简直是找死！你立刻报警，让宋青山队长亲自过来，就说我们这儿抓到了一个盗窃金额无法估量的惊天大盗。把那个老太婆给我死死盯住，她要是敢跑出银行大门一步，直接给我打断她的腿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偷到这种大人物的头上。放开我！你们这是非法囚禁，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？老东契，就凭你手脚不干净，敢偷这张卡？我没偷，这是我女婿给我的。我女婿是北京战神，是你们全城的大英雄。哈哈，还战神？我看你真是穷疯了，白日梦都做到银行来了。这卡的主人是你这种乡巴子能高攀得起的吗？你配吗？经理，跟他废什么话？我看他就是个惯犯，油嘴滑舌的，直接打断腿，再交给执法队，功劳都是您的。你们敢？我女婿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好怕呀，可惜啊，你那个所谓的战神女婿，现在连你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了，他也进不来。老苏，快给肖战打电话，快呀，让他们知道老娘不是好惹的。电话，对，打电话。殿下，萧家所有明面上的产业已基本完成交接，但在清算过程中，我们遇到了巨大的阻力。谁？是京城李家和林家，他们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在萧家倒台的瞬间，就通过各种黑色手段，暗中吞并了萧家近3成的核心资产。李家、林家。殿下，我们还查到5年前那场血海深仇的全部真相。
害死您母亲，威逼利诱苏家大房构陷您，逼得苏家二房家破人亡，最终在幕后瓜分萧家产业的真正黑手就是他们。萧老太太从始至终都只是把他们推到台前，用来对付您的一条老狗。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想彻底吞并整个萧家。李家、林家，我要你们血债血偿！校长，不好了！你妈在城东银行被当成小偷抓起来了，他们说她是骗子，要打断她的腿呀！快来救人啊！哪个银行？城东发展银行。殿下，老东西嘴还挺硬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卡你他妈到底从哪儿偷的？我没偷，这是我女婿给我的。我女婿是北境战神，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？还战神？我看你是失心疯了！就你这穷酸样，也配有战神女婿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在老子的地盘，神仙来了也得跪下！经理，跟这种老骗子废什么话？直接上手段吧！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们会后悔的，我女婿一定会把你们碎尸万段。哟，柳阿姨，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怎么趴地上了？青山，你可来了！他们冤枉我偷东西，还打我，你快把他们抓起来！宋队，可不是普通案子。你看这个环球银行的至尊黑卡，我查过了，全球就10张。这老东西80%是从哪个大人物那儿偷的，这可是泼天的功劳，也是泼天的富贵啊！刘阿姨，这卡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你最好说实话，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偷了这种级别的卡，判你个无期都算轻的。我说的就是实话呀，真是我女婿肖战给我的。柳阿姨，你就别胡闹了。肖战是什么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一个蹲了5年大牢的劳改犯，他哪来的这种卡？去偷的吗？听见没？连宋队长都说你是骗子。陈经理，既然他不配合，那就按规矩办。这种要案用点非常手段也是允许的。听见没？宋队长发话了，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用大刑伺候！我今天非撬开他的嘴不可！我看谁敢动他一下！站住！执法队办案，不许动！你他妈谁呀？敢来这儿撒野，活腻了是吧？啊！你敢袭警？宋队救我！他杀人了！快开枪！快开枪，打死他！肖战，你疯了！马上给我跪下抱头！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你这是公然袭警，罪加一等！妈，告诉我是谁打的你？肖战，就是他，他冤枉我偷东西，还让那2个畜生打我。不关我的事儿，你别过来！爷爷，我错了，我狗眼看人低，我不是人，求您饶了我这条狗命吧！哪只手打的？没有，我没打，我就是用卡拍了拍。这只？不啊！我的手断了！肖战，你敢当着执法队的面行凶，这是罪加一等，马上放开他！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岳母偷了北境战神肖战的至尊黑卡，证据确凿。我们这是在替战神清理门户，你现在跪下，或许还能少判几年。战神肖战，我就是肖战。你说你是肖战，你他妈真是笑死我了！宋队说的是，肖战可是北京战神，他要是出狱，那不得是装甲车开道，坦克护送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看看你，孤家寡人一个，连个屁都调不动，还敢冒充战神？我看你是想死都想疯了！谁告诉你们我没有坦克？什么声音？慌什么？估计是哪个工地的挖掘机。不对，宋队，你听，这声音
好像是坦克，坦克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真的是坦克，是北京的狼头军徽。你刚才问我的坦克在哪里？现在我告诉你了。那么，你想好要把你的坟埋在哪儿了吗？殿下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殿下，他真的是北京战神！你个狗东西，都是你害的老子！你他妈害死我了！孙队，我也不知道。先安顿好他们。是。战神饶命啊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瞎了狗眼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现在知道错了。知道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不，刀架在脖子上，你才知道求饶。你这不是知错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凌霜，传我命令，把这里夷为平地。是。不要，战神，不要啊！这银行不能动，这是京城李家的产业，是李家的银行啊！您不看僧面，看佛面，看在李家的面子上，停手吧！你在威胁我？不敢，我不敢！开火！哼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北境的狼王殿下，好大的排场！开着一堆破铜烂铁，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。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东西，放肆！敢对狼王殿下不敬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萧家的弃犬回来了。听说你来这儿是想拿回萧家的产业？那是我母亲和爷爷留下的东西，是我的家产，我凭什么不能收？你的家产？哈哈，一个蹲了5年大牢的劳改犯，也配姓萧？我告诉你，萧家的产业现在由我京城李家代管。你不配插手！现在立刻带着你的人滚出全城，否则我不介意让萧家彻底绝后。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爸是李傲天。我这人嘴笨，不喜欢讲道理，就喜欢打人。反了！给我上，把他给我剁成肉酱！肖战，你个劳改犯，你敢打我！我今天不把你碎尸万段，我就不姓李！去死吧！打住！啊！我的手！你想怎么死？别杀我！我爸是李傲天。浩儿，那个萧家的野种是不是在你那儿？告诉他，他要是敢动你一根汗毛，老子就把他那个贱人老婆和野种女儿五马分尸，活活撕碎了喂狗！听见没？肖战，你敢杀我，我爸就让你全家陪葬，你老婆女儿会死的比我惨100倍！我等着，把我们给李家准备的大礼抬上来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疯了！你们都疯了！你父亲不是想看烟花吗？不要！爸，救我！点火！好一出父慈子孝。爸，救我呀！肖战，你敢动我儿子，我要把你挫骨扬灰，我要你全家给他陪葬！家主，大事不好了，少爷他被肖战绑在导弹上炸了！我听见了，传我命令，去请狼童，告诉他价钱随便开，我只要肖战的项上人头。狼童，家主，那可是杀手榜第1的怪物，请他出手，代价恐怕……代价？我李家死了一个继承人，我管他什么代价？就算倾家荡产，我也要肖战死无葬身之地！滚去办！
肖战，你把李家的独子杀了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一群跳梁小丑，翻不起什么浪花。不是的，我刚才偷偷上网查了，京城李家豢养着一个王牌杀手，代号狼童。我听说过他，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，死在他手里的人没有1000也有800，你千万不能大意。放心，在我眼里，他不过是只强壮点的蝼蚁。你怎么就是不信？他真的很厉害。万一你出了事，我和小萌怎么办？木秋，你以为你的丈夫还只是个凡人吗？什么意思？5年的北境生涯，我早已超越凡人之躯，踏入了另一个你无法想象的境界。另一个境界？你别开玩笑了，你当这是在拍玄幻剧吗？你不信？我才不信！你就是个厉害点的兵王，还能上天不成？好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。你现在信了吗？小战，你个臭流氓，给我滚出去！爸爸，你怎么要睡在这里呀？因为妈妈生气了，罚爸爸睡地板。那爸爸要乖乖的，明天给妈妈道歉哦。好，爸爸听我们家小公主的，快睡吧。妈，你怎么了？肖战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妈，你慢慢说，出什么事了？那个江南的武道大宗师赵丰毅，他在江面上摆开阵仗，点名要你过去受死。哼，什么宗师？不用理他。不行啊！他说你要是不去，他就要带人去刨了你妈的坟，还要当众鞭尸啊！赵丰毅，你选了最惨的一种死法。赵老，今天务必将肖战那个杂种碎尸万段！我要用他的骨灰给我儿子下酒。肖战，你这个缩头乌龟，还不滚出来受死！肖战，小心！敢动我母亲的安宁，神仙来了也得死。现在，你像狗一样跪下，爬过来，舔干净我脚下的灰尘，老夫或许可以考虑留你一个全尸。听见没？赵宗师让他学狗叫呢，奇耻大辱！这要是我，当场就跳江自尽了。踩得好，再多踩几脚。赵丰毅，肖战，他干什么？疯了吗？他不会是想游过去吧？这江水这么急，找死啊！我看他是被气疯了，想跳江自杀。这不可能！他踏江而行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这是什么妖法？他怎么能在水上走路？装神弄鬼！江里肯定提前打了木桩。赵老，别被这杂种的障眼法骗了！哈哈，原来是个耍杂技的江湖骗子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。小子，就凭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敢来挑衅老夫？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武道宗师惊涛掌！肖战，快躲开！死吧，死吧，把他拍成肉泥！凡人之技，也敢称神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如我母亲，你连入轮回的资格都没有。他在飞。恭迎尊上入仙途。下一个到你了。恭迎尊上！杀了他！玄老、明老，给我杀了他！我要他给我儿子陪葬！装神弄鬼，哼，不过是些江湖骗术，也敢在老夫面前班门弄斧！小子，能杀掉赵丰毅那个废物，算你有点本事。可惜你千不该万不该惹到我李家头上。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。
都别藏着了，给我一起上！我要五马分尸，我要把他挫骨扬灰！哈哈，肖战，五大宗师联手，天上地下，你再无生路！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？踏江而行，连斩五宗师。这肖战倒是一条百年难遇的好狗。大哥，这把兵器既然在全城露了白，那就是我九府的东西，谁敢伸手，我剁谁的手！九弟，胃口太大会撑死的，这种杀气只有我三府的底蕴才压得住。压不住就折断，本宫得不到的东西，宁可毁了，也不会留给别人。走，去把那条狗给我牵回来。记住了，皇族的恩赐，他只能跪着接。是，殿下。哼，本宫要让他知道，这大夏的天到底是谁的颜色。肖战，我京城李家是皇亲，你动我就是动皇族的脸面。皇族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吸食民脂民膏的蛀虫，今日谁也救不了你。肖战，住手！这废物的命，本宫要了。殿下，救命！这反贼要杀皇亲，快杀了他！聒噪！谁让你们动手的？肖战，替你清理了这种垃圾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听着，肖战，你那点北境的功勋，在本宫眼里不过是微末之极，但本宫惜才，给你个机会，跪下宣誓效忠，本宫保你入京，封侯拜相。若我不跪呢？不跪，肖战，别以为踏入仙途就能无视皇权。这大夏的龙脉，压得死世间一切天才。这世上只有死掉的战神和跪着的家臣，你想选哪一个？你们也配让我跪？肖战，你当自己是什么东西？踩死你跟踩死一只蚂蚁有什么区别？北境狼王在皇家面前，你不过是条没拴绳的野狗。动手试试。你，六哥，你也来横插一脚？横插一脚谈不上，路过而已。不过九弟，当街逼人站队，传出去不太好听吧？六弟，有些人有些事不是你该插手的。三哥说的是，所以我只是来提个醒。父皇虽在闭关，可他老人家的眼睛从没闭过。肖战，中午宣德楼赴宴，我没空。这不是请帖，是命令。你若不来，我就当你公然抗旨，届时30万大军一个都保不住。哼！伤着没有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帮我？六皇子排行老六，不上不下，最不起眼的那个。不起眼的人不会出现在这里。肖战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逼你站队吗？不关心，你应该关心。皇主闭关3年，太子和九皇孙争储白热化，你手里30万北境铁军，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块肥肉。谁吞了你，谁就能坐上那把椅子。他们会不择手段，包括你的妻女。敢动我家人，我灭他满门。蛮力解决不了皇权的刀，你杀得了李家，杀得了皇族吗？你想要什么？你不用站任何人的队，但你需要一个能替你挡明枪暗箭的人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的妻女绝对平安。我凭什么信你？这是我母妃的遗物。我母妃和你母亲是同乡姐妹。当年你母亲跪死在萧家门前，我母妃吐血3天，含恨而终。这笔账，我也想算。殿下，道路被禁军封死，我们的车动不了了。萧先生，太子殿下在宣德楼设宴，请您上车。肖战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九殿下命令你立刻上这辆车，耽误了时辰，你担待不起。萧先生，我家殿下说了，这趟浑水您可以不趟，这辆车送您去任何想去的地方。殿下，这是阳谋，他们逼您站队，上了谁的车，就是和另外2家不死不休啊！肖战，这盘棋从你踏入全城就开始了，现在轮到你落子了。萧先生，太子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墨迹什么？一个北境回来的土包子，给你脸了！再不上车，腿给你打断！车钥匙。殿下，我们的车被禁军围了，根本开不出来。谁说是那辆车了？把车开过来，5分钟。遵命，店主。哼，装神弄鬼，在这全城除了3位殿下的车，谁的车能开到这里来？我说的。这是绝版定制的木煞，这车牌怎么可能？宴会我会去，但不是坐你们的狗车。你的人情我记下了，但我肖战的路我自己走。殿下，
他自己开了一辆木上走了，我们跟不上啊！跟不上就给我撞！我要让他知道这天下的天是谁的。殿下，那小子太狂了，他开的车比您的还好。追，给本宫狠狠的追！今天不把他碾成肉泥，我黄兴倒着血。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不当任何人的狗，而是想当那个执旗人吗？走，跟上去。这条不知死活的狗，等到了场，非得好好管教管教不可。大哥，这条狗终于到了，干等着也无趣，不如我们玩个游戏。哦，你想怎么玩？就赌这条狗的命。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剑术赌命吗？它若敢走向你那边，我就一箭射穿它的膝盖，让它爬着跪你；它若选你，我便射穿它的脊梁，让它一辈子当条断脊之犬。哈哈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赌他会选你，毕竟你顶着个太子的名头。我赌他会选你，毕竟你更像条会咬人的疯狗，他怕死。肖战，这是鸿门宴，他们根本没想让你活，快想办法脱身。我知道。肖战，看到本宫为你准备的宴席了吗？现在给本宫爬过来！学狗叫3声，本宫就赏你个作为。肖战，别听疯狗乱吠，到我这边来，跪下宣誓效忠。本宫不仅保你封侯拜相，还能让你福印后代。肖战，你想死？磨蹭什么？快选！本宫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威胁我，还要我从2堆垃圾里选1堆吃？肖战，你找死！放肆！我的宴我自己摆，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。你们的赌局我接了，但赌注得改一改。今天你们2个谁也别想站着离开这里。肖战，你竟敢砸本宫的场子，你他妈是活腻了！来人，给我把他剁成肉酱！九弟，别急，跟一条狗犯不着动这么大肝火。肖战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些北境的旧部，他们的家眷可都在京城住着呢。你敢动他们？动不动他们不取决于我，取决于你。在你眼里，他们是袍泽手足；在我眼里，他们只是你这条狗的价值。现在跪下，磕头，认我为主。我不仅让你风风光光，还能让你和你那些老朋友在京城团聚。否则，我保证你会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因为你的愚蠢死无葬身之地。大哥说的对，跪下，当我们的狗，不然你老婆女儿还有你那些兄弟的家人，本宫要让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三哥，你疯了！他们是为国征战的功臣家眷，你拿他们当筹码，就不怕天下人寒心吗？天下，这天下很快就是我的。我的话就是规矩。六弟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当你与反贼同罪，滚开！我若不滚呢？肖战，我不要你跪，我也不需要你效忠，我只要你记住，你母亲的仇也是我母亲的恨。我帮你不是为了拉拢你，为了报我们2家共同的血海深仇。我只要你站着，堂堂正正的把仇报了。用我的兵威胁我，用我的家人逼我跪。我肖战的仇自己会报，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。你这条皇家养的狗也配让我跪？六皇子，你的情我肖战记下了。从今天起，他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给本宫杀了他，杀了他们，一个不留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连2个人都拿不下。殿下息怒，对付这种硬骨头得用点特别的法子。将军，快走，别管我。三哥，你竟然私下扣押北境功臣！功臣，在我眼里不过是肖战这条狗身上的一块肉，割下来看他疼不疼。肖战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跪还是不跪？我再说一次，你敢动他，我要让你陪葬！就凭你，刘成！遵命，殿下。下辈子投个好胎，别跟错主子。将军，为我报仇！哎呀，手滑了，
这条狗不太结实啊！哈哈哈哈，摔得好，大哥，你这奴才调教的不错，跟本宫那条一样会咬人。怎么想用筷子杀人？你是不是被打傻了？大哥，别跟他废话，我看他老婆女儿就不错，抓过来当着他的面儿。杀我的人偿命！我说过，你们谁也别想站着离开。现在轮到你们了。你杀了他！你敢杀大哥的人！反了！你真是反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本宫上，把他剁成肉酱！上！太子，你疯了！你要在这里当着整个全城的面手刃亲王，屠戮战神吗？他杀了我的狗就得死！六弟，你再护着他，连你一块杀！父皇只是闭关，不是死了。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汗毛，你看父皇出关后，这太子的位置还坐不坐得稳？该死！肖战这条疯狗不好惹，老六又拿父皇压我，今天要是真打起来，占不到便宜，还会落人口实。好，很好，肖战，算你狠！哼，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亲手把你的老婆、女儿，还有你那些旧部的家人，一个个送上断头台。我们走。肖战，你太冲动了。他叫韩章，跟了我8年，我要他风光大葬，他的家人，我要他们一世无忧。这件事我来办，绝不会让英雄流血又流泪。那条狗叫刘成，太子的心腹，京城刘家的人。京城刘家是什么东西？太子的母族外戚，在京城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刘成只是他们家一条比较会咬人的狗。四姐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你就是北境狼王肖战。你是谁？肖战，这位是我的四姐，帝辛郡主。她身世悲凉，是父皇酒后临亲宫女所生，从小就不受待见。你别冲撞了她。我听说你杀了太子的人，刘家的狗。她该死。杀得好。四姐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这里太危险了。肖战，你知道大夏国为何能安稳100年吗？与我何干？东海龙王、西域法王、南疆兽王，还有北境狼王，你就是那头最凶的狼王。而南疆的兽王霍莽是一头只认利益的畜生。我明白了，刘家搭上了南疆霍莽的线。说清楚，太子要争储，需要兵权。你30万北境军他不一定吞得下，但霍莽的10万兽兵，只要利益足够就能收买。刘家在中间牵线，让霍莽投靠太子，而太子则许诺帮刘家那个必死关的老祖宗突破境界。哼，好一个权钱交易！交易？你以为只是这些吗？为了让霍莽那头畜生彻底安心，刘家的老狗刘天齐向父皇进言，将我大夏国的帝辛郡主赐婚给霍莽当玩物。什么？父皇准了？为了南疆的安稳，父皇准了，婚期就在半个月后。肖战，你恨刘家，我也恨，他们毁了我的一生。我求你帮我，只要能让刘家和霍莽那头畜生付出代价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。四姐，你冷静点。肖战，刘家势大，刘天齐更是半步神境的老怪物，我们不能硬碰。我的人不能白死。肖战，你要做什么？别冲动。冲动？不，我只是去收一笔早就该还的血债。他去了。糟了，他一个人去了刘家，快备车！站住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刘府门前岂是你能靠近的？滚！找死！给我拿下！哪来的野狗，敢闯我刘家！来人，给我把他的4肢打断，挂在门口喂狗！我只说一次，老弱妇孺1分钟之内滚出刘家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命令我刘家？1分钟后还留在这里的，杀无赦！狂妄，给我剁了他！
到底是谁？杀我北境朋友时，你们可曾想过今天？饶命！我爹是刘天齐，你懂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等的就是他。刘天齐，你这条老狗还要当缩头乌龟到什么时候？3秒之内再不滚出来，我便让你刘家从此断子绝孙。好大的胆子！多少年了，没人敢在老夫面前如此放肆！老祖宗救我！这狂徒要灭我刘家满门啊！好一个杀无赦！老夫闭关100年，世人都忘了我刘家的手段了吗？一个黄口小儿也敢在我刘家门前叫嚣！老狗，你终于肯出来。好一个狂妄的小子！今天老夫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神境不可辱！听见了吗？我刘家老祖是神境死定了！老祖宗，把他挫骨扬灰！太慢了。我的手！不可能！老祖宗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不是仙徒！刀来！狼徒，是北境狼徒！你是？血债才刚刚开始。肖战，肖战，你疯了！太子的人你也敢杀？杀了便杀了，他该死。那是太子的心腹，你现在必须马上出去避避风头。我若走了，木秋和小萌怎么办？我保他们。凌霜，带上死士，送肖战去地心公主那儿。属下领命，殿下，请。太子若敢动他们，我必血洗东宫。你要的东西拿到了。是刘天齐。自己看。刘天齐，你也有今天！哥，你看见了吗？仇人的人头在这儿！肖战，从今往后，我地心这条命就是你的。起来。不，你为我报了血海深仇，你要我杀谁我就杀谁，你要我暖床，我也绝不推辞。你想多了。你冒死杀刘天齐，不是为了我，我是为了韩章，他因我而死，刘天齐必须陪葬，救你只是顺带。不管为了谁，你救了我是真，这辈子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别跟着我，你的命留着对付太子吧。肖战，你杀了京城禁卫统领，现在外面全是抓你的人，跟我回府，我保你。回府那是你的囚笼，不是我的，那是夺嫡，没我庇护你出不了京城。我肖战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皇权争斗，别拉上我。肖大哥，你救我2次，不必，我有妻女，此生只护他们周全。既然你不愿入府，这5位暗境圆满高手留下，听你差遣。撤走，我不需要累赘。这是底线，要么他们留下，要么你跟我走。行，守在门口，别烦我。是。传令下去，宣德楼今日起封楼，只供萧先生一人落脚。是，皇孙殿下。六皇子，你的情我记下，但别指望我替你杀人。你活着，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萌萌想你了。快了，爸爸在京城给小萌买最好吃的点心。肖震，我都听说了，京城很危险，你为什么要在那儿杀人？木秋，有些血债必须清算，否则他们会变本加厉。我不要什么大英雄，我只要你平安回来。等我处理完最后的事，我会全城娶你。谁要嫁给你？还没求婚呢。
全天下都会知道你是我肖战的女人，这场婚礼谁也拦不住。林家、李家，还有背后的皇权，你们准备好迎接狼王的怒火了吗？火了吗？谁？狼王的人头我要了。好快的剑！六皇子的废物也配挡我的路？肖战，滚出来领死，否则我屠尽这楼里所有人！杀我的人也很有种。老子杀的就是你这条北境野狗，受死！蝼蚁！这不可能，你竟然碎！肖战，你以为你赢了？看看这个，找死！肖战，你个狗杂碎，竟敢动老子的未婚妻！视频发过去了，杀了他！给老子听好了，半个月后，老子亲率10万兽兵踏平京城，我要当着你的面玩死那个贱人，再把你全家挫骨扬灰！霍莽，洗干净脖子等着，南疆兽王，我会让你变成一只死狗！肖战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样的怪物？南疆霍莽，一条会咬人的狗罢了。狗，它是半步明镜，只差一丝就能踏入那个传说中的境界。它是太子手里最狠的杀器，10万兽兵入京，谁挡得住？我挡。哼，你拿什么挡？你刚才杀的刘天齐，在霍莽眼里连个屁都不是。殿下，霍莽此人残暴成性，听说他练功要喝人血。哼，那就让他喝个够，用他自己的血。你以为霍莽只是为了刘家出头？他要杀你，是因为一个女人。说清楚。当初我和四哥联名上书，求父皇将四妹帝熙赐婚给你。赐婚给我？可父皇忌惮你北境狼王的权势，当场否决。紧接着刘家老狗就提议把帝熙送给霍莽当玩物，以此拉拢南疆。霍莽早就知道这件事，他觉得你抢了他的面子，要拿你全家的命来洗刷屈辱。皇家的恩赐，我肖战不需要。现在是你唯一的生路，只要你答应娶帝欣，我就有办法逼父皇改口。有了帝欣，你就是驸马，霍莽再狂也不敢公然杀你。肖大哥，难道我真的那么让你厌恶吗？你是个好姑娘，但我肖战这辈子只有苏沐秋一个妻子。苏沐秋那个全城的贱民，他能给你什么？帝熙能给你皇权，能保你的命，你竟然为了个残花败柳拒绝公主！再说他一个字，我先灭了你！你的仇我会报，但你的情我接不起。哪怕我愿意做小，哪怕我愿意为你死，我肖战的脊梁不靠女人撑着。霍莽想玩命，我陪你。动我家人者，死！殿下，这是最后一株千万级的龙血参，药力太猛，你已经连吞9株了。扔进来，快！你会爆体而亡的，这是在拿命赌啊！扔！霍莽那畜生要动我妻女，老子如果不入明镜，拿什么护他们？暗劲给我破！积攒10年，就在今日！哟，肖战这缩头乌龟躲了8天了，是死在里面发臭了吗？滚！再敢踏前一步，取你狗头！你个臭娘们在这装什么？霍莽大人已经到了断魂崖，点名要肖战跪着去领死。什么北境狼王？我看是缩头王八吧！给我冲进去，把这废物的尸体揪出来挂城墙上！你敢！你竟然没死，这不可能！刚才谁说我是缩头王八？我是太子的人，你敢动我，大夏禁军必将你死！随手劈天，殿下，你位列仙班了。霍莽，你洗干净脖子了吗？唯死，
就凭那几头畜生？他看见我的车在门口，认定你我给他戴了绿帽子。这种脑子也配当南疆之首？他带了黑林大蟒，那畜生能生吞5宗，快走啊！肖战，你个缩头乌龟，竟敢玩老子的女人！大人，那贱人就在里面，估计正跟那野男人亲热呢。党父，地心，你个贱人，老子要把你抓回去喂蛇！霍莽，你的嘴跟你的畜生一样臭。野种，你竟敢搂着他，老子今天要让你死无全尸！霍莽，你住口！我与萧大哥清清白白，是你心思龌龊。清白？洗澡都洗到一间屋子里去了，还叫清白？黑林大蟒，给我拆了这破楼，把他们活活砸死在里面！楼要塌了！抱紧我！跑！往哪儿跑？3大虎将，给我上！滚开！追！给我追！谁能砍下肖战的人头，老子赏他万金！肖战，你放下我吧，他的目标是我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肖战从不欠人情。既然他们想玩，那就进林子玩玩。肖战，你跑不掉的！我的宝贝们已经闻到了你的血腥味儿。霍莽，这片林子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哈哈哈！肖战，这宝贝老子养了10年，吃过3个宗师，今天他要把你拉出来的屎都嚼碎！肖战，快躲开！这畜生皮凑肉厚，刀枪不入。一条爬虫也敢在狼王面前张嘴？给老子撕了他！太慢了！你想干什么？给我起！鬼啊！他把大蟒当鞭子耍！快跑！还给你！嚣张！老子要生吞了你！老子半步明镜，这双垂下冤魂无数，给我跪下！半步明镜，在我眼里，你连当狗的资格都没有。死到临头还敢狂，去死吧！木秋，等我杀了他，就回去接你。肖战！这一剑是为了韩章。我的手！这一剑是为了被你残害的百姓。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大夏怎么会有你这种怪物？我是送你下地狱的人。霍莽，你的狗头我收下了！狼王归位，挡我者死！